最近在菲律賓一間教堂內面有發現到馬尼拉萬南人社區受細漢死亡記錄的文獻，這是300-400年前的資料，是真重要的文獻。清華大學研究團隊也準備結合到科技考古、材料診斷、數位典藏和歷史基建研究，和這個外國團隊呢做伙來重建這段歷史。詳細看這個珍貴的文獻，這是在菲律賓一座教堂內底，和神父無意中發現的資料。內底記錄着上萬個海外華人在馬尼拉的生活分量。這個受洗簿裡面留下的珍貴的資料，大概在1730年代哈，我們看到好一批的安亥人啊，應該是念灣亥的人哈。這個灣亥的人其實就是專諸的人，他們整批的移民到馬尼拉去，而且他們受洗了，所以跟台灣的移民史一對照，哎呀，剛好 match。兩者相符合，就是漳州人先17世紀來，關鳩林啊，大概泉州人18世紀來，所以這個材料呢，給予了我們很多去反映、去理解台灣移民的歷史的過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也準備甲國外學者做伙重建這段歷史，拜五也舉辦國際會議，邀請西班牙、菲律賓、美國、日本等等國家的學者來交流。Very important documents have been revealed in San Marco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 and very important also to the history of course, of the Philippines. I think that we must be ver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and and the revealing of new documents, both in Manila, perhaps in Spain, who knows, or even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year, there's a big conference on the Spanish coming to Taiwan 400 years ago. And so that dictionary that we have found is a crucial evidence of the work between the Spaniards, the Filipinos, and Taiwan. 清大研究團隊指出，這擺活動的重點除了西班牙、甲台灣國際學術檢討以外，也針對文獻保存、修復、數位典藏落去研究。跨國文獻保存關係到幾個單位的協調，正式的合作聽書，佫需要各方面的推進。研究的過程後續也會甲大家分享。記者杜根和新潮報道。